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。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。 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诺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，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誉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。 但是，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奕欢放在心上了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。 是奕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的。这一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像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奕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奕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欢妹。 如果你真的是疑情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，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 索土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所言属实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二人回答的得体，并无明显的破绽。只是奴才这心里跟皇上一样，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纯粹的兄妹关系。这李太医有婚约在身，应该不假。只是他口中的未婚妻，却耐人寻味。莫非？ 这未婚妻指的是世淑姑娘，而这强行介入者，指的是皇上您。哎呀，这无凭无据的，奴才可是忘意了。你必须尽快按照朕上次说的方法，查实了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。这。 德福，听建清他们说，你有要事要找我，到底什么事？德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把建清跟奕欢撤出紫禁城吧。你们要光复大明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求你们不要连累我。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连累你。你甘愿做大清朝廷的奴才，我管不着。咱们各干各的。 各听天命，大哥，
可是建清跟易欢他们现在在宫中的处境十分危险，皇上已经怀疑他们不是兄妹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听到易欢向我禀报过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都瞒着我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明明给建清和易欢已经定了亲，却还把易欢派去皇上身边行使美人计。易欢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建清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他的言行之中难免会露出破绽。长此下去，他们二人身份必将暴露，到时候你叫我这个亲叔父该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易欢对康熙那个小皇帝动了真情？快起来说话！大哥，此事万万耽误不得，若不尽早把他们撤出紫禁城，必出大祸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我保不住他们两个，就连我自己，也是自身难保。好，我马上把他们两个召回来，把这件事情问问清楚。易欢，康熙果然是对你言听计从，延迟了撤藩。这样，吴三桂也该相信我们跟他的结盟是有诚意的。不是的，爹。虽然康熙很宠我，但是他很有主见的。他同意推迟撤藩，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他自有打算。哦，晚一点撤藩也好，希望他们双方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好，这样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才会旗鼓相当。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，一举把大明的江山光复了。倩影和默笙也随吴应奇去滇都了。为了大局着想，我们现在只有暂且放弃所有的恩怨，与吴三桂联手抗清。晋王还有事要跟太子和易欢他们谈，我们暂且回避吧。啊。爹，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跟朱哥哥说啊？干嘛非让几个师傅回避啊？爹接下来谈的事情，是有关你们的名节。如果几位师傅在场，你们会很尴尬，所以他们就先回避了。义父，你想谈的是你跟易欢的婚事。易欢，爹且问你，你潜伏在康熙身边，每天与他朝夕相伴，是否对他动了真心？欢妹，你别误会，我从来没在义父面前说过什么。爹，您瞎猜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对康熙动真心啊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。我虽然对我的龙小弟很好，几次三番的救他，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，那不还是因为你说的吗？你说让我博得他的信任啊。太子，易欢的话我不敢全信，我只相信你。你告诉我，易欢有没有犯浑，与康熙假戏真做了？义父，孩儿不敢欺瞒你，欢妹年少无知，确实曾险些被康熙的假仁假义所迷惑。但自从康熙言而无信，放过了隆德多、阿必齐等8旗权贵后，欢妹就及时醒悟了。现在欢妹对他，就只是虚与委蛇，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委曲求全。太子能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易欢，我要警告你，你平时任性妄为倒也罢了，但万万不可在大是大非面前犯浑。康熙这个大清小皇帝，不但是你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更是全天下百姓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倘若你真的对他动了真心，不但是背叛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更会被天下人所唾弃。爹，欢儿知道，欢儿不敢。欢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义父放心，有我照顾欢妹，她一定不会犯错的。
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亲手杀了康熙，永绝后患。大哥，你千万不要相信易欢的话。他在皇上身边已经大半年，我已经把这3个人的关系看得清清楚楚。易欢对剑清只有兄妹之情，对皇上才是男女之爱呀。不可能，我相信我的女儿，她不会真的爱上康熙那个小皇帝。我也相信剑清，剑清可是他的未婚夫。就算是易欢对康熙假戏真做，剑清也不会骗我的。大哥，我在被多尔衮送进宫中当太监之前，一直在他府上为奴，也曾跟他府上的一个丫鬟倾心相爱，所以我深知男欢女爱的滋味。在这宫中30年来，后宫中所有的嫔妃，谁对皇上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任他如何伪装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易欢可能是在逃避，在抗拒，可他却越陷越深。如果你再不把他2人撤出紫禁城的话，将来真的出了什么大事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虽然拿到了铜匣，也铲除了内奸，但现在吴三桂跟清廷开战在即，我是不会把他们撤走的。弟弟，你这么催着我把他们撤走，是怕被连累吧？你，要不然，你也不会骗我，甚至不惜抹黑易欢的名节。怎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真的舍得这么多年来攒下的金山银山？你真的舍得这份荣华富贵吗？好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怕被连累，所以你尽快把他们撤出紫禁城，要不然我就去皇上那儿告发你们，这样至少能保住我自己。站住！怎么？你要杀人灭口吗？李定国，当年你能够狠下心来，一箭射杀为你生育了3个儿女的发妻，今天你一样能够狠下心来，杀死我这个40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弟。来吧，动手吧。今天我死在你手里，总比好过日后被你们连累受那凌迟之刑的好。我早点去阴间跟爹娘相会，而你又可在此收获大义灭亲的美名。不，我是不会杀我的弟弟的。我只是想提醒李总管一句：你如今身中大补丸的毒，而鳌拜已经疯了。如今只有我们才可以给你提供大补丸的解药。什么？你居然用大补丸的解药来要挟我？德父，哥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。弟弟，不要叫我弟弟，住口！我没你这个哥哥。在你眼里，我是清廷的奴才，而在我眼里，你又何尝不是朱明王朝的走狗？事到如今，我已经预感到，我将来会不得好死，而你必将也不得善终。咱们就走着瞧。石树姑娘，皇上昨天晚上收到2封加急的奏折，连夜召集文武大臣商议，直至凌晨方散。皇上累坏了，就在龙椅上睡着了。皇上今日睡眠轻，千万不要去打扰他。什么急奏啊？值得皇上熬更守夜？好像有一封奏折是跟吴三桂有关，皇上看后龙颜大怒，把奏折全给撕了。还有一封奏折是跟江淮水患有关。皇上一直眉头紧锁，至今尚未舒展。
我知道了。焕儿，你身份特殊，你是我大明，你是我李定国的女儿，更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。你若真的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那爹只有先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。龙小弟，是我。老大，是你啊？怎么天都亮了？你还说呢，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龙体，赶紧回寝宫好好睡一觉吧。老大，还有这么多奏折没有看呢，这怎么睡得着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帮着磨磨吧。龙小弟啊，刚才你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在老百姓眼里啊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威武尊贵。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朕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鳌拜要行刺朕了。朕抓住了一把匕首，没料到匕首却被他反夺了去。一醒来，才发现是你把朕的笔给拿走了。龙小弟，你8岁登基，如今才亲政，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你一定受到了很多惊吓和委屈吧？一定过得很不容易。不容易。不管是老百姓，还是达官贵人，或是天子，都各有各的不容易。只不过朕的不容易啊，不能轻易告诉别人。朕的内心哪怕是再脆弱、再痛苦，都必须得藏起来，必须以最光鲜亮丽、威武的一面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。现在没事儿了，那个鳌拜已经被你圈禁了，再也不可能威胁你了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是啊，鳌拜是除掉了，可是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的事情潜伏在朕的身边，所以朕的这根紧绷的弦呢，还是不能松弛下来。是舒姑娘。李公公，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你还是想办法，赶紧撤离紫禁城吧，不要留在皇上身边了。叔父，你是说，索额图跟皇上可能发现什么了？哎，你要是等皇上跟索额图发现了什么，那就全完了。铜匣不是找着了吗？内奸也清除了，那你还留在这个紫禁城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离开紫禁城，可是我爹不让。哎，你爹呀，是想让你留在皇宫里去打探消息，他是说什么也不相信。你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是叔父我把这一切瞧得明明白白。哎，要是继续留在这紫禁城啊，你不但会连累叔父我，就连你跟建清的小命儿，早晚也得给搭上。叔父，奕欢，叔父是不想离开这紫禁城了，因为我是个太监，没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就算我有再多的钱，也会被人嘲笑，被人羞辱。
可是你不一样啊！你看，你从小就生活在乡野，自由自在，你年轻又美貌，而且还有建清那个文武双全的未婚夫婿，你何必贪恋皇上的一时恩宠，而留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？哎，叔父都是为了你好。龙小弟，老大我久居深宫，早已没有了出入宫时的乐趣，反而如鸟入囚笼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老大去也，勿追勿弃勿恼，各自珍重。皇上，会不会是李易欢他们兄妹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现在逃走了？皇上，李太医来请平安脉了。宣，这他们兄妹二人要是想逃走的话，肯定是共同进退。岂会易欢自己一个人逃走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这，微臣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你知道易欢去哪儿了吗？易欢，他今天不是当值吗？那他应该在永乐斋，或者是去了永和宫找丽妃娘娘。他出宫了。看来他这一次出宫，连你都没有说。看看吧，这是易欢留给朕的信。欢梅，想不到你居然会不辞而别。李爱卿，你知道易欢大概会去哪儿吗？臣妹自幼性情顽劣，常常离家出走，臣也不知道她会去哪里。这样，你多带一些人手，凡是他有可能去的地方，你都找一找。微臣遵旨。微臣告退。奇怪，这易欢为什么会连他哥哥都不说，就一个人出宫？皇上，也许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有消息了。带的什么？就一个包裹。去，查查那两个人。哎，你站住！龙小弟，朱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，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欢出走了？是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，只留给康熙一封信，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想要出去逍遥自在。这不应该啊！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，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也许他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，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。他不想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左右为难。以他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，就干脆一走了之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难过。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，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两个起了疑心，
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，试试康熙。倾城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他秉性纯良，绝对不会算计他人，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。其实，这次从滇都回来，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想当年，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，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。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，虽然针法拙劣，却显然极为用心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李太医，等一等。建清，你不要再找易欢了，他已经离开紫禁城，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是你劝易欢离开的？是啊，建清，你要是真的爱易欢，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。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，多生几个小孩，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，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。皇上出宫了。皇上一看到李易欢的信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居然命妾身的叔叔带着几个侍卫随他出宫去追寻李易欢了。真是不成体统啊！易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二位，里边请。这菜不错，放点吧。客官这边请。来。哎，小二，有没有环境好点的雅间儿？啊，这边。来，来一杯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二位，您的烤鸭。老大，是你吗？不是我。二位，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。老大！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啊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啊！追！啊！传家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！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啊！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，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60两，100两。
100两都给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。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，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！哎呦，皇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，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，用点心啊。主子，会不会世叔姑娘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，连夜就赶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还不了解吗？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。这倒是啊。不过主子，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、客栈什么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索图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：1偷2抢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我要大大家走，快点啊！开了啊！老大，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。买地离手吧，买多的得多。老大，今天你啊是出不了运。买定离手。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，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，压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爹，把椅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爹，赶紧拿钱走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暴打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。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哎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哎，压！等。压你的钱呢？没钱玩什么呀？没钱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腾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我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闺女莲香
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贼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啥？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挡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灾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。现在把我当灾星，不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老子通杀！仙毛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，翻倍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。把她拖出去！贾老板，我求你了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！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50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哎呀，走！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！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这，哎呀，这个没钱不出来，没钱。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拿出来。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哼，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助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啊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
好。我也要买定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有吗？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！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！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！炸！哎呦！他赢了！林香，老实点，起来，起！林香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。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老三，竟然敢用水银闪出了武器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数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。